天果然一开始就有关达拉梅拉，关达又传给 Davis。哦，塔可这边也在戴维斯面前拿下了分数。梦想家之所以没办法打快了，其实跟他们助理教练聊天，跟塔克老师的习惯有关。我有跟阿吉聊了一下，他说对啊，怎么会差这么多？我说该不会下半场把他调过来？开玩笑。不过这塔可。 从昨天的工程师到今天的这个梦想家，哇！这无预警的外线出手，塔克德威快速的切入，假动作之后在戴维斯面前出手，塔可补进。塔可这一球非常，这节第2次从杰克手中抄到球。哦，这个传球够水准了，已经 go handing 了。杰伦样跟 Anthony Tucker 的合作。哇，杰伦样先是一个漂亮的超级啊，接着一个更漂亮的传球。 两个人的配合简直太美了，哇！而且杰瑞让这一球，他大概是在中场的地方哦，就传出了这个后门球。塔可这回把球保护得非常好，他等于是过了3个球员，还是给到塔可，塔可看一下外围找不到队友的机会，自己来。是啊，常常看到会有这种倒地的状况出现。 好像自己进入到一个如入无人之境。对啊 ，Michael Jordan 的这个 Last Dance 的这个，哇！但是他真的就是有办法，转身就来一个catch and shoot，这是美妙的表现。尤其是像这种啊，球队陷入僵局的时候啊，但是真正陷入僵局能够解决的，哇，还是无解的塔克老师啊，真的无解了。